再来是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创意台中的活动，进入到第11年，以无同领域的在地文化为起点，结合着跨界的人才甲产业来做合作甲交流，要来创造属于台中的创意生活，打造台中无限的可能。 伫花艺甲美学空间跳舞，代表文化创意为都市带来新气象。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主办的创意台中活动，今年已经第11年啊。特别选到日空铁吉路南段结合古城美学甲铁吉路活动，将创意生活态度带入古城区。 还有2场特色主题日加4场文创市集，希望讲将新的生活美学注入充满古记忆的日空铁吉路。 创造属于台中创意生活的这一品牌。旧城是台中非常新兴，也非常希望能够有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区域，所以我们这次呢特别规划的6大主题的展览，包括有花艺，包括有自行车，包括有时尚，包括有品名跟风格等等。活动将于7月开始到14，迈将举办疫情有较回了头一场的日空限定的市集，以不同领域的在地文化为起点，创造属于台中的创意生活。